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，不管是谁，你都讨好他。职场进阶，人际关系怎么理解？说实话啊，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经常是比较功利的，就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，或者是为了某种生存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你首先必须特别真诚，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不要装，你虽然要修饰自己跟别人沟通的方式，但是呢，你内心深处千万不能装。你是一个内向的人，你就承认自己是个内向的人。但是训练自己跟其他人沟通的方式方法，也没说你要变成每个人的朋友，不需要那么做。第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一个人必须做自己。第二个呢是说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说的本性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己真实的自我。必须承认啊，我们的本性真的是很难改变的，你很难通过这样的一个磨练和这样的技能的提升呢，彻底的改变自己，变成自己的另外一边。都不是，这都经过多年的观察，都不是，这都是小节小节。虽然我们的本性，都不是，这都是小节